这2座特色公园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都有邀请在地的民众、里长、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特色公园联盟、身障联盟一起来做参与式的规划设计跟票选的工作。在这个台江的这个特色公园里面呢，它不仅是有16样特色的游具，并且呢，它是一个公园兼滞洪池的功能。那这里面的滞洪池呢，可以容纳64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总面积呢有3.44公顷。那第2座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草湖寮地景的这个特色公园呢，它有0.92公顷。那这里面呢也有10几项的游具，那包含呢攀爬的树屋，还有这个有这个渔船造型的溜滑梯，还有游戏的沙坑，还有这个音乐小屋等等，都是非常具有趣味，让民众非常惊艳的一个特色公园。那我们希望在完工之后呢，加强它的夜间照明，那并且呢也希望开箱之后可以吸引我们台南市各地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全龄化，包含老人各种年龄层呢，都可以来到这个特色公园游玩。因为其实我们安南区的特色公园目前应该是这2个是最新的，而且之前就有很多的里民一直在说，里长我们可不可以有特色公园？我觉得那现在有一个特色公园是让我们这边的住户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台江地景公园，那也很对大家的那个社会教育上方面也会非常的有指标性的，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那边的路很宽敞、很平坦，我们以后运动也很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一个草湖寮历史公园，一个是台江地景公园，那分别是0.9公顷跟3.3公顷。那因为借着这个土地重划，使公部门也跟社区获得了一座64000公吨的这个滞洪池，还有抽水站，还有190几位的停车位，那可以服务周边的这个民众以及来公园玩游憩的民众。这个地方对于公部门来讲，那节省了工程经费；对于地方来讲，促进了地方的繁荣；对于家长来讲，增加了孩子游憩的空间；对于防洪治水来讲，也增加了周边的这个滞洪池，所以一个属于多赢的局面。那也借着这个工程预算的控制，在短短2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完工，然后又能够把工程经费做相当程度的节制，那也可以节省民众的荷包，不用远到他乡去玩其他的这个特色公园。其实这个特色公园，我觉得 CP 值已经很高了，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6月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市政总集选，有消息传出，台南查某囡仔苏姿芳超美51个研发中心将投资台湾，加上 AI 教父黄玲芬嘛讲到永远投资台湾。和议员王宣茂伫总集选要求市府加紧设立 AI 产业园区，掌握外商投资台南的机会。对此，经发局长回应，溪南、溪北拢有评估，目前也阁是以山仑为重点。回答创办人黄仁勋伫访问台湾期间的专题演讲，以及永远投资台湾的谈话，都来引起全台一阵 AI 风潮。加上台南查某囝苏姿芳的超话，嘛传出将投资台湾50亿打造研发中心。陆方议员王宣茂要求市府一定要先准备好势，用顶的由完整的产业链以及设立 AI 产业园区的规划，来掌握外商投资台南的机会。我相信我们 AI 是可能可以好好的来准备一个区域，让不管是这个 AI 的产业部门黄仁勋或者是苏姿芳，让他们会觉得台南已经准备了很多，让他有机会把这些钱投资在我们台南，这是我认为这一部分呢，我是觉得我们市长他一直秉持一个原则要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就点卖讲啦不过这段时期中，人家拢已经准备好啊，所以我们一再跟市长报告说，这一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 ready 的，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来的话，我们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可以进驻这样。沙仑
过去从苏焕智一直到赖清德，一直这些年来的经营已经有很好的成果了。所以说当他已经 ready 的时候，小英就自然水到渠成。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研院、工研院，还有这个国家实验研究院。还有很多像过去的像阳明交大，像未来的这个成大，都一直在那边，所以说变成我们一个相当成熟。相对的，现在不管是黄仁勋，或者是苏姿丰，或者是其他的外商，包括 Intel， 我们也都很欢迎啊，Google 我们也很欢迎啊。但当他们要来这个寻找一个资料中心或寻找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会问说，你们哪些地方准备好了？所以当很多地方都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选择。这个选择有时候是产业专业，有时候是政治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人家谈了。面对 AI 产业趋势，议员嘛进一步要求各局处拢爱来好好运用。以环保局为例，不管空气污染、垃圾堆中、气候变迁等各方面拢会当，希望成为提升咱成为智慧城市的一大帮助。台南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议员蔡苏秋瑾伫总咨询除了关心家里设立社会主体规划进度，嘛进一步向市府点出附近主体区停车困难，所以提出济用地的土地，要求市府检讨提早开发应用。因为南科发展带动周边区域的主体需求增加，议员蔡苏秋瑾伫总咨询就提出家里要打造社会主体好消息。虽然都发局表示也在规划当中，不过调向200户超过10亿的建设经费已经有下落。议员进一步向市府请兵，因为附近主体区停车问题严重，所以要求市府检讨相关偏远的土地再利用，以展现城市的风貌。对此，市长嘛表达乐观其成，将量早规划平民停车。本小讲的这块地吼，就是拄则讲的吼，咱的社会住宅的西侧啦吼，伫咱的那个公园的北侧啦吼。爱是公有制闲置30年，在那里吼都没使用啦吼。所以发草就叫公所去喷啦，去除草啦，树啊大丛就去砍啦吼。这样子储存进的土地里面闲置在那里啦吼。这块土地就是咱的都市内的住宅区嘛吼。咱有讲嘛，伊一年伫社会住宅边嘛，家里公园的北侧嘛吼，伊闲置一家啦吼。市长。恁的局长拢有讲吼，讲要来规划这个停车场啊吼，你有啥物看法？我感觉会当部分啊，至少是部分来疏解咱嘉义地区的这个停车问题，我感觉是乐观其成。即摆就讲要起的是立体停车场还是平面的停车场？因为我看也是平面的最好。那由你们去，那你由你们市政家己去专业的。让嘉义区的民众有一个好的停车的空间，安尼是我愿意做。另外，因为水利署规划伫将军设立海水淡化厂，并且要伫嘉义设立受水池，但地方民众认为地点靠近主体区，并无适当，造成自救会反对。对此，议员伫总咨询再次关心相关的进度。对此，水利局表示，中央伫520已经发文重新要选地点，请居民安心。台南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北区传出有50只猫仔，互宠物业者放杀，互因自生自灭，相当残忍。议员吴宇环伫总咨询强烈要求市府爱负起责任来监督，嘛呼吁民众用领养代替购买。由动保人士所提供的这段影片，会当看出50多只有品种的猫仔伫北区面体被恶质的宠物业者残忍放生，已经变成营养不良、破病，加上环境垃圾已经威胁公共卫生，互人相当不甘。对此，议员吴宇环伫总咨询就强烈追究市府的责任，类似案件有甚物作为来监管恶质的宠物业者？避免日后可能的危害。对此，市府回应，业者已经依善发办，嘛建议修改动保法，加强查核的权限。
猫舍倒闭了以后，业者将这些猫咪转移到北区的这一处民宅，随后丢下饲料跟水，就不再过问。这些猫咪被迫在屎尿满地的这个环境中生活了。许多的猫咪因为病重甚至死亡，尸体长蛆了以后，没有人来处理。那有一些受不了环境的恶劣，从门缝中跑出来，但是逃不了遭到毒杀或者是被车撞死的这个厄运。大多数的猫咪现在仍然在屋内恶劣的环境中坚忍求生哈。那目前我们动保处已经接手处理这个案件嘛，你给我们的资料，在这边想要请问我们市政府对于业者遗弃大量品种猫的事件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措施？是不是有计划加强对于宠物繁殖业者的这个监管，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咱已经将这个业者这款恶劣的行为，咱移送法办，因为这款是咧犯作当，包括要移送法办啦，已经移送法办。另外针对讲内底这猫啊无切筛，咱嘛要甲罚5万到25万，有这个罚则。另外第三，咱嘛发文互迄农业部甲建议讲，因为你特定从业者在管理办法内底。针对血液这部分伫法令上有一寡较无周知的所在，是毋是会当讲中来修法？你写的时阵，阮会当有一个办法来甲你查，查了就迄阵意思，你讲这个物件，这个问题发生时，阮会带来甲做一个处理，互咱这个业界这个特定从业者，大家袂心存侥幸，会当希望讲就法令面，或者就迄个实际面，会当来做一个特色的改善。一定要好好改善啦。关于这个虐待动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哪些东西我也知道说他可能不开门，不开门有什么样办法来做？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的话，是不是可以？因为刚刚他讲还是有刑责嘛，有刑责是属于刑案嘛。刑案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做？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的执法的法律素养，可能我们会再加强。面对动物虐待、无辜生命被伤害问题，议员进一步表示，台南因为动物繁殖许可证发照数量251种，已经是全国第一。甲咱流浪动物的数量一直真悬，降袂落来有关系。会中积极甲农业局探讨，同时再次宣导领养代替购买观念。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议员蔡耀辉林彦竹召开记者会，认为赖总统过去表达支持立法院，爱成立修宪委员会，要求伊赶紧兑现选举支票。记者会上，蔡耀辉表示，中央官员由总统任命，无参像来加制，需要入去国会进行施政报告，如此互总统变到有权无责，认为目前的制度无好，爱改。总统公共的。文武百官任命无责任的，唔免来像内阁制，爱到内阁制的咱的这个国会来干嘛实行施政报告？总统就变有权无责，佮鼓励大家要罢免立委选书唔甘愿，我感觉这个制度唔好，所以阮一直感觉国民党会当废掉啊，像咱什么袂当废有权宪法。林彦竹则是讲。赖清德总统过去曾经讲过爱废除监察院，要求目前已经是总统的赖清德爱兑现承诺。不进议会监督，结果监察院弹劾他，他当时就讲了，他要废除要废除监察院。可是呢，我们又看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在11月15号出席了一个论坛里面，他向青年说明的政策会，他已经讲到说。他主动提到支持就是说立法院修法来成立这个委员会，修法委员会，未来朝向废除考试院跟监察院的这个目标。这个赖清德你自己呛的你自己呛说要会监察院跟考试会，所以考试院，所以我们请赖清德你势必要兑现。林彦竹嘛讲，爱赖清德总统送到立法院考试委员名单，爱赶紧收回，互民进党的立委全力推动修宪，卖选前骗选票，最后跳票。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最近是蚵仔丰收的季节，也毋过有民众到台南四侧海边旅游，发现附近有臭味，详细看原来是满山的蚵仔壳。附近居民表示，这个所在是台南市政府管理。是合法放伫蚵仔壳的所在，对这款的情形是加关系。负责的农业局讲，
会请厂商赶紧甲蚵仔壳载互走。怪手才无用到载运废弃的蚵仔壳，无讲你毋知，前几工是安尼。满山的蚵仔壳堆到外口，甲路塌好掉。毋那如此，这个所在日头拍无着，加上前一阵落大雨，臭味好神，互人的观感真无好。要么搁附近居民早着灌死咯。影响无足大，已经灌死啊。但是你即摆来讲，地方上伊就打迄个对市场安尼啊。倒里内底迄种乌白做的啊，迄个烂伊啊。经过了解，这是市府农业局为着处理蚵仔壳问题，伫四处所设置的蚵仔壳占地示范区，面积有3580平方公尺。最近蚵仔丰收，可能是空间伤细，地处蚵农就甲蚵仔壳一直往外口弹。阮最近咧深阮拢照规矩去倒淡迄个所在安尼啊，尽量共倒好啦，较无倒啊一条路我拢袂行伫啦。居民朋友吼，即个蚵仔壳吼，伫载的时候会记得，甲载入去安的迄个展示区内底，蚵仔壳入来以后，医生爱甲拍开头，拍甲剩伊的水分减少至8%帕以上的部分吼，因后壁的迄个，才会去载走。农业局伫去年办理蚵仔壳标售工课，以每一栋200块的价值，互得标厂商。这蚵仔壳拢会先拍好干，搁交由相关材料厂制成蚵仔壳粉，做成各式商品。最近厂商会积极来清除，嘛会讨论伫道路头前设置围闸。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因应台南市把全民教育系列活动，教育局伫儿童科学馆广场举办多元语言体验活动，邀请各母语团体设计8互动关卡。互亲子哪算哪学无共族群的语言。学童用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族语、越南语等等，紹介台南好食好耍的所在，展現文化古都多元語言的交融。另外一邊更有闖關遊戲，摕幾條做的槍。單到對一個詞，就愛大聲念出來，嘛有以羅馬字教大家如何寫家己的名。學到可以原住民語加台語我的名的台語。用遊戲的方式，然後讓他去學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用處比較少一點的稀奇的台語。過關的名是人名台語聲。咱叫出来台語名吼，會使用羅馬字的白話字安尼甲伊寫出來，這最百幾年都有誒。哪算哪學，把母語流傳予後一代。響應台南市吧，教育局佇兒童科學館舉辦教育的時空旅行展覽，呈現各時代課本和物品，代表着無同的教育方向和社會發展。以前的課本是學啊，即擺比較彩色的。我嘛希望会当发展咱这个上新的科技，互上新的科技来带领咱台湾的教育未来，互囡仔了解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时期的教育，嘛有未来新兴的教育，拢伫咱这个展览内底会看得到。馆内嘛结合 AI、XR、多媒体影音等互动式科技，民众会当体验到校园生活、未来教育。而且每禮拜假日時啊，伫廣場攏會設計多元的主題活動，大家千萬唔通錯過。台南新聞出版採訪報道。日本新本館上大購物中心舉辦台灣展，開幕當天，台南市長黃偉綽親自出席，大力行銷台南農產，包括着往來、山野等等，嘛甲超人氣的熊本熊合體推廣觀光。精彩日本風格舞蹈替台灣展來開幕，台南市政府積極推動農地產外銷，甲永旺九州公司合作，甲農產伴手禮、水果甲食品搬到新本館的購物中心做展售。市長黃偉綽嘛親自出席。這個地點是在熊本，也就是台積電附近，所以相信有很多台積電的工程師，不管是台籍的、日籍的，或是外籍的工程師，他們來到這邊的話，看到滿滿的台灣味，一定是非常喜歡。黃偉綽也個代表市府甲永旺九州簽署交流 MOU，
将持续推广饮食文化，加容易直送砍食品，最后嘛是超市小介来自台南的往来，期待借着企业优质的购物平台，让更较侪人更了解台南的物产。那今年除了这个台南的凤梨之外，更有芒果，还有许多优质的农产品以及食品，在永旺九州大家都看得到。特地讲的是，英皇台湾0403地档，英皇集团甲旗下分公司嘛捐款1800多万日本钱，协助台南市教育局保强校园建筑。黄伟体嘛致敬感谢状来表达感谢，同时颁发台南市亲善大赛聘书，肯定企业行销台南农产，协助台湾日本交流的贡献。记者台南日本综合报道。最近物价大行起，大家敢有感受到？凊彩买一个便当就要80块以上。安南区有一间便当店推出非常小的大鸡腿便当，而且到底有偌好食呢？咱透过报道来看卖。国产大鸡腿在油锅中慢慢炸出金黄色，等熟了以后再捞起沥油。不过一会，这些鸡腿马上就会卖光，因为这个便当的价钱实在是太佛心。许多民众一听到价格，马上就表示太便宜了吧？超便宜了啦，超便宜了！现在物价那么高啊，超便宜了啦 ，OK 啦。像这种鸡腿便当大概偌济钱？我100哦。你用这个便当偌济？我唔知嘞，这个这65块尔。好香诶！会卖如此便宜，原因是因为老板丁清吉感受到近期物价齐涨，劳工过得很辛苦，与家人伙伴商量后，决定响应政府照顾劳工的政策，推出65元亲民价便当。物价上涨，现在在卖高的产值的便当的话，会造成劳工一个基本上的经济的负担。所以说，我现在在考量价格成本之下。我现在鸡腿便当这样子，就是用我们基本的劳工价来回馈我们的基本劳工，也符合我们政府现在说要照顾基本盘的劳工的朋友们。所以说我现在一个便当就是卖65块。虽然便当价格便宜，但这家店的食材也不马虎，蔬菜是市场新鲜直送，肉品也是全部选用国产合格电宰厂商的产品。国产的电宰鸡肉。不是用进口，我们是用国产的电宰鸡肉，符合我们一些食安的问题。那排骨呢？排骨也是一样，都是用我们的合格的厂商，就请他们帮我们送一些合格的一些食材，让我们这样子让我们安心的使用这样。这间位于安南区北安路2段的便当店，虽然小小一间很不起眼，但不管从厨房炒菜、油锅炸物到盛饭添菜。每个环节都是家族成员共同完成，为的就是希望带给每位消费者经济实惠又美味的一餐。集美超级大鸡腿赞！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